亚里士多克用的呢是在无锡苏州东部十部。湖水小龙门的呢全国有名，你苏州城里向呢还有不少湖水小龙门的店。但不过呢，今朝居然有人告诉我，湖水小龙门的不来三只，留下来吃小龙门的呢，也得老大几吃啊，晓得？安徽富富啊，各种地方我分听说过，我都有说还个小龙门的汤摆了啥个啊？我那时候是湖水的女婿，也到湖水人唱上面的，是吧？我不当那是。富翁不是小大户，我讲前天呢，实际上个中国节目中呢，地位高的富翁去泡汤班，人家还是180年来的，还有弄得个的富翁个朋友激动啊！哎，小无锡，你们也有今天啊！小五虎，你们也不要对嘛！在我说，实际上个中国个的比的呢，真的有点龙福大东西多个，上趟泡多少好办的后嘴去泡。弄得你随手嘴八卦，上山国的老百姓在爱他，说噶，他五十好别人之后嘴的菜渣，男性的羊肉不上渣，不得只讲后嘴去渣。今年更高还是拍个小龙门的汤班，拍的是安徽气质。我的负责人坚决不答应的。你不答应有啥用啊？你又不是中央电视台的台长，人家半夜带个富翁去拍。有啥办法呢？唯一让富翁泡梅花干，天地良心，梅花干嘛实在是你苏州三道高浪向个土的菜呀的。搿更多讲可能，还是神仙带你苏州上过不去，那现在个地北方朋友为了让多几年，有个叫江浙沪包邮。那个阿我都是啥人土质关系，我只随着人家个好处嘛。非瞎讲，现在回来当心人家干那诽谤，是吧？再讲天下之大。老大不还没事啊！这退一步讲，虽说富翁的汤班小龙门的是从湖水的面的获得起的，但是啥人规定湖水的小龙门的谁一定要比富翁的好吃呢？假使是湖水的老板推广给来呢？反过来，我再举例子，你苏州摩多个欧米饭是吧？吃东个盐桂花、风筝豆糯米这汤，实际上个中国呢还是来拍着，那现在还是有人去是好处不里多噶。那么羊肉啥天来拍呢？看个是4个字，独门秘方啊！哎，不过昨日我去吃个风筝大球面啊！店里据说讲也明年才有得吃的了呢。哎，晓得回来，你在家是苏州人啊？风筝大肉面这种龙儿里毛的国庆节个会，其他辰光不干，你不晓得噶？不会吧？啊，个运动的才啥体不中呢？那只洋盘呢？风筝大糯米是从高新区枫叶镇浪向传出来的。我也对着教师说，来了让风筝大糯米里向看见饭米水千万别当子分大干净这个碗啊，摆得去磨烂白了这个啊。这种饭米水了，这个哪？我冒个米呀，那哪有饭米水我放了里向呢？也不是饭盘做了哈了。正宗的风筝大糯米呢，里向会得有一种饭米水。为啥体呢？这个也从风筝大糯米的米汤讲起。这个有米汤了，那只有白汤没红汤的。假使是拿去米馆吃米了，咱对服务员讲，哎，来一碗风筝大糯米红汤啊！这比让来吃可以3个。那么啥时只有白汤呢？我最欢喜红汤哦。风筝大糯米的米汤是在。里也用这个肉骨头、黄鳝骨头，一直到藕都还够黑，为要开一出藕的来回来的焖肉，这个肉汤进去，留下来为要关键的一步呢，米汤里向要包最娘的味道点心精，是吧？香喷喷，马上拿汤的稀里了全部来滴出来的。哦，这个里向的饭米水是最娘。哎。米汤里向不包酱油，包最娘，唯一一个目的是加油腻，因为那个叫米汤是用肉骨头剁出来的啦，相当个油，是吧？你包子最娘了，个油腻么子啊，哎还气脱，啊，么样个汤呢，就变得比较清淡，大热天吃反特适宜。所以其他辰光呢，你是吃不上风筝大糯米的，这是一个道理。哦，搿哪个意思？哎。
你苏州人吃么子呢？你想几乎讲句时令的嘞，是吧？时令不带个么子，谁是送给我？我还是可以吃的。不讲这个。你在开趟实际上个中国，在苏州来拍个摩托个欧米饭，还有时令的欧米饭了，半夜的每年个4月底才吃得到。这个欧米饭啦，那等等哦，这个欧米到底啥个米？还是你刚刚说的阿雪浓了啥个？不是阿雪浓，阿雪浓了，你苏州人经常用得来做800饭的，或者多做，颜色是紫红色的。上海的欧米饭呢，颜色接近是黑颜色，用的米呢并不稀奇，侪是一般性的糯米。根本为啥就会这个难喝呢？因为烧饭的辰光呢，伊拉饭的里向呢搞一种欧饭式的叶子，每年的4月底。欧饭是那长个种嫩叶子的档口了，所以要拿新鲜的叶子呢采下来，但是做成汁，再拿糯米呢进了个欧饭一个汁里向，那么包在锅子里向蒸出来个欧米饭看上去油光上亮，闻起来清香过味。还有哟，再点一种面包糖，下那个纸里向浓多多，甜津津。非特灵哦！虽然讲不是肉啊，但不过我3头数下低下来的。欧米饭啊，我当然讲不得对好吃，对身体啊好得你混，因为欧饭是个叶子啦，还是一种中药。欧饭是个学名叫南竹、树子、树叶、果子，侪好做药，滋阴补阳、明目补眼子。阿玲，哟，我还补眼子啦？可是男同伴一种缺点的。看上去听一句话，你有点肾亏哇。对，少个吃懂得了女人还有叶子个晓得快的啊，还有补叶子个，这个么事情呢，不管男了女，侪可以吃的。那么一般来讲呢，欧米饭也在当吃的，但不过假使说你不欢喜吃甜食呢，还有一种吃法，可以搭盐津花菜一道吃。盐津花菜我欢喜的呀，些辰光在天平山春雨，就是半夜性搿种头上摆块布个海毛的盐津花菜，是吧？另外晒了屋浪向麻来的，来海布摆下这个种头布，是吧？一只来，那盐津花菜看起来个颜色呢黄辣辣，那毛香呢说是我一般性来不及这个，但不过呢毛子一根啊，放在嘴里向下来，酸滋滋。甜津津，味味无穷。那么你假使吃这个盐津花菜再搭欧米饭，这个味道混了一道了，3头块的呀！欧米饭搭盐津花菜吃了，哪了？哎呀，不讲的，我刚刚自个3头摔地出来的。该些辰光刚吃个。那一种属于叫半佛所谓那些的，我闻得不得了。你非是讲谁呢？我当然是来发的一个欧米饭呢，为一种讲究，叫举砧举板。啥叫举砧举板呢？就是拿个欧米饭正好砂锅，砂锅各位再蒸，正好各位再砂，砂子各位再蒸，蒸子各位再砂。你非说了真了，我听得热得了，哪有？晓得不得？你呢？是每事也举砧举板，我跟你讲等得蒸海素海还得欧米饭一样，是一个一头球，那么呢，变得了你硬香油炸的。就那个啥，一种这个不是像饭做，像木乃伊哇，真好吃个。那么上天半夜举砧举板呢，因为来发头也没冰箱的。经过举砧举板，欧米饭呢不会得坏脱。这个么事情呢还把长远的了，那等到一吃只要拿开水稍微浸一浸，拍一拍模样一烧么，随时有香喷喷的欧米饭。但现在个种毛片了啥个，从来不多个。就是兰州中版本个方便面。可以在哪里讲身体热感，当然了，比方便面要健康得多。那么。你现在个人对欧米饭啦，还有创新的。每年4月底，摩托侪要开欧米饭文化节。欧米
饭不单单是饭子，可以做成功欧米干、欧米豆子、欧米油子、欧米芥子、欧米什么欧米蛮多的啊，各式各样。有些几个朋友呢，那开年啊，今年来不及，但摸到去尝看这个欧米饭。哎，你现在讲说他欧米饭，这个舌尖上的中国为了你说最怕是一个啥门啊？宜桂花。我晓得个啊，光复搿搭蛮多个，包了路边浪在忙的。哎，光复个宜桂花呢，当然是蛮好。但是该趟中央电视台来苏州拍宜桂花呢，分去光复，你到地位办单子5江7渡去拍宜桂花。7渡但不到说些也有宜桂花。有，我讲5江7渡个宜桂花呢，非常有特点，里头有一只独门个秘方。哎呀，那是哈做，也不人家好得去做搿样一拍。哎，你啥的？7渡个弟兄们啊，分局你啥讨开几点上呢？吃讨开呢？皇帝不就叫讨开的意思了？啊，其实宜桂花呢，你刚子一到呢，才会得宜个，宜海过后呢，包了干里啊、藕里啊、柚子里啊、芋脑里啊，搿个香头水啊，真的香得了就一天水讲。那么7渡个宜桂花有啥个特点呢？那你都看了。那里头有一样个别个么子，这个绿颜色的呢，像青竹子一样的么子啊，侪是7渡个宜桂花的秘密武器。7渡人介绍呢，上浙，我这位所知一种呢，上浙这个学名叫香油，这是个一只竹子了。是的，但是呢，那个味道呢，有点一种酸啊，酸里向再打点苦的。所以你苏州人不大吃的，那苏州人欢喜吃甜的呀。虽然不吃呢，还是欢喜拿个只香油啦、肠子弄几只包在屋里向，那散发出来个种味道都蛮香的，啊。那么这个肠子成熟的辰光呢，实际还是桂花啊开出来的季节。可是包了一袋的。每年桂花一开，7渡呢就要开始宜桂花节啊，人工一渡一渡。拿新鲜的桂花采下来，大干净，铺了个边里向阴干，然后要杀干，一阴干干按当里向个水布上。伊个辰光呢，一层桂花一层糖，一层桂花一层糖，一皮一皮，那夹花子铺好，才密封起来。等待以后嘛，随是大桂花节。那么以海桂花的还简单个这样拿糖换成功以后子一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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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吧？为啥你屋里向个伊个桂花才会得变颜色的呢？才变得辣辣黄，才过像萝卜干上个是吧？哎哇！桂花变颜色呢，就是因为我刚刚讲过这个啥子7渡宜桂花的秘方呢，随是要增添这个香油的汁辣辣桂花里向。香油的汁呢，可以让桂花保持金黄的颜色，带着香味。以后各位呢，你把1年也不会得忘的。那个三个是透房的那种防腐剂，对，有点个意思。现在回来我看看你啊，糖桂花可以做点心，那这个海桂花你也晓得泡啥用哪个？海们做海的点心。明太起亚木海的桂花是配茶吃的啊，嘿嘿。这个么是进来来打熏青头呀，芝麻和萝卜干包了一袋，开水一冲，就是一杯香喷喷的熏豆茶。7渡个面呢，还有一种特殊的吃法，这种日家嘛，男家是带7渡去吃羊肉面啊，吃好各位会得做人的老板啊，就会得打呢弄一杯桂花猪皮茶，就是海桂花配茶。你想羊肉面，这个。肉香汤浓，吃得一身汗，你再来上一杯桂花橘皮茶，大家清爽啊！细嚼羊肉的羊膻气在高头，神气类香的。三个吃子把这个会用鼻子咕咕猪。啥个乱七八糟的？这个香呢，桂花开得蛮好，你苏州城里向有的吃的是桂花香。那么有进来。后部网上有不少人呢，才去采这个西桂花配茶吃，结果吃得了进医院。做啥么？西桂花上头有细菌的呀，这个你自家打不清爽，那么还吃得肚皮上。
为什么人的这个体质够明，把这个西桂花的花粉弄得够明白，浑身像是咋来不及？所以呢，太子欢喜桂花茶的朋友呢，飞起自家哈喽。哎，你啥辰光带你手嘴，在浪向吃脱一碗面，是吧？风筝斗鸟，上面再带这个木头嘛，薄薄天平山、另外山，再上上欧米饭，要靠点再干点菜豆球羊肉面，再弄脱一杯桂花橘皮茶，临近辰光再问吃多个来，阿姨买点盐桂花，那么再也不会得自家吃得了豆皮茶子。好德家享受无忧购物，体验至诚服务，5星级购物享受建材家具一站购全，更有好的家装饰为你带来整体家居服务理念。好的家给你更好的家。OK， 好，来。Das Auto。滋润可以有多深？欧蕾美肌滋润沐浴乳，可含面霜精华，滋润层层渗透，冲走的是泡沫，留下的是滋润，肌肤更弹嫩细滑。欧蕾。这个11月，美莱8周年盛典，8重好礼，亲情巨献，更邀麦玲玲为您解密美丽人生。美莱8年，选美人生。面膜斑保湿，10秒轻抹就能拥有欧莱雅葡萄籽魔力水，蕴含葡萄籽精华的50倍抗氧化力。面膜斑保湿，水润 Q 弹一整天，葡萄籽魔力水，你值得拥有。可口可乐迷你装，快乐畅爽随行。薇姿新生魔法全新10号魔法液，着效抗老，天然精粹，直击10大老化痕迹，肌肤更显紧致、光滑、饱满、透亮。全新10号魔法液，真实科学见证，薇姿。那几天棉柔也能不黏腻，护舒宝新超净棉，棉柔也能开始1秒瞬肌，挑战零黏腻，不黏腻的棉柔，护舒宝新超净棉。面膜斑保湿，10秒轻抹就能拥有欧莱雅葡萄籽魔力水，蕴含葡萄籽精华的50倍抗氧化力。面膜斑保湿，水润 Q 弹一整天，葡萄籽魔力水，你值得拥有。原料我们选择绿色，酿造我们秉持传统，品质我们追求卓越，造就了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烁着绿色的光芒。前2日前呢，天津有对小夫妻在民政局呢去办离婚手续，那么离婚查看那个台子报得上得不得了。前天呢，有50几对夫妻谁也准备离婚。那边浪向有人啊，没热心，提醒你多，想办离婚是吧？哎，先去那边取个号，哎，明天再来排队。这个是民政局了，还是银行呀？那么这个女的男子一出，在对水里跑了一个阿姨讲着：“大姐，我赶时间，这样吧，我给你200块钱，你让我先离掉，行吗？”不夸张，这个阿姨眼睛在这里一瞥。不行啊，我才是真着急呢，我明天还赶着要结婚呢。结婚是这个是一个弄不清楚啊，谁是呀？那么你想，现在有一种人对待婚姻的态度呢，整个让人啊越来越看不懂。那比方说，从去年5月份开始啊，上海、广州、重庆10几个城市在举办次大老板海鲜相亲会，举办方式称是中国企业家单身俱乐部，听上去是个高度的也难相信啊！甚至个俱乐部里向呢，有上百个身价上亿个单身大老板，谁也行另外一半，欢迎大家来报名啊！扣税分担你收税来，谢得回来，你哪意思啊？那现在你还想去比个心啊？
还是准备到那回来个农是个定一个大老板女婿啊？我是帮你办公室单身三娘、三人啊、三老先关注一下啊。但不过不好意思咋哎，你都已经没机会了。你要发现啊，户外相亲会每趟举办个辰光，那个新闻侪是炒作的热得不得了。但不过从头至尾啊，侪是个点美女来让竞争。而手术当中的大老板呢，但是从来分 logo 照 face。这个有啥呢？皇帝选妃子嘛，也是让他给开始。来特提正在，前强呢国家工商总局对户外相亲会开出调查，发现有些光啥个户外相亲会的基本是一个局骗局，搿啲大老板根本不干。这个所谓的中国企业家单身俱乐部呢，是广州的一个非法组织。你这个目标不是为此打大老百姓美女，恰恰相反，你都是利用个啲编织面孔去点大老板。哪个意思啊？你想想看呢？来报名的美女都在名气一下，假使是如果把大老板，比方说这个李家人的啥，看见这新闻还蛮高兴气。啊，这么多美女啊！要不我也去报个名玩玩？不想想啊！这个组织真正的目的呢，谁是骗个种大老板个啥呢？会员费。各种报名些娘些子肯定一口笑啊！那不是啊！你都当初去报名的辰光呢，你得要求一句话你讲啊，一个个杂志个种短裙、丝袜、礼服。啊，基本上像不相亲的感觉，三个参加各种戏妹么老的，我讲为了让大家天天美改。第一关啥个整容专家专门来说，搿啲美女们面孔浪向露着灵验，都动过单个，真够用个。第二关搿种算命先生，看看。搿张面孔，搿张鼻头，搿张眉毛，搿点耳朵还有包夫人，再看下去嘛，有一种心理测试、才智测试、才艺表演等等。这样，万一请个部老中医出来，哪里都拿呢？大妈，看看你搿个女的，身体啊健康。那生产局会搬出来一张这个测谎仪，一圈下来，三娘的三位个人经历、个人隐私，哎呀，全部才暴露出来。最关键是还不晓得自家了得啥人了相亲了。我讲搿啲三娘当中，标致个是吧？聪明个、亲人个，各式各样侪有呀。但不过你多个节育基本上像一样的，侪是不准备放按摩样歘得太。其中还有不是该素质美女，搿种美女实质上真个就食得了厨房，吃得了厅堂。还有一种女个是精通搿种英语了、法语了、西班牙语了、葡萄牙语了，侪有个。那自家让外国呢，还有一办公司，再有呢，还是中国鸡蛋里铁骨头，象牙块上白恰丝，白大一点点，好这位。大家出脚，搿啥有些个人没啥机会去参加搿种相亲会呢？那么我估计嘛，现在新对象难呀，是吧？估计有两个新娘们听见富啊大老板搿个几个字一激动哈，搿个智商马上啪降低。搿个现场除脱是美女啊，还有不少阿姨来打农相亲啊，有一个阿姨呢。一名啊，离着这个大老板的影子啊，外分看见了谁讲着娶我女儿吧，合算的，我可以帮忙照看我未来女婿和他前妻的孩子哦。还有一对母女，侬为了让多干噻，马上也出个改开照，还不个娘老得海鲜现场来上门帮帮啊过头呀。搿动力个心力啊，整个推导着是。那么结果嘛，现在真相大白，搿种打富啊、打搞个噱头，侪是晒出来的。那比方说，还有不是推出大家谈的第三个活动了，这个富豪悬赏300万给介绍人征娇妻。
啥个亿万富翁，现在神级之身等等等等，侪是搞来些。身为个海贼呢，这种浪向只不过是一场美女的真人秀，他的老板浑身不搭嘎。啊，随时讲每个城市机器个摆明个新娘，侪了得空气相亲了。美白就是要双全齐下，聚兰油全新双全精华霜，将一整瓶精华美白成分加入水润美白霜，双选美白力，白里透红更升级。聚兰油白里透红系列。姑苏金茂府，市府旁，科技奢庄，一生一宅，68708888。新城地产五盘联动，新城石湖公馆、石湖数级洋房住区样板居实景呈现，全新房源再度加推。新城香艺蓝桥主城内地铁口高层年度最后加推，洋房交付在即。新城红树湾中环内轻轨洋房住区，2小时尽销500套，轰动苏州。新城地产全面幸福南苏州。这个11月，美莱8周年盛典，8重好礼，亲情巨献，更邀麦玲玲为您解密美丽人生。美莱8年，选美人生。2013第10届全国羊绒皮草名品衣装交易会，11月1号到11月12号，网店亲临现场，万人团购年度特价，淘精品衣装，购超级实惠。三江路苏州体育中心。我叫大龙，我是一个低调奢华有内涵的主持人。万万没想到，这次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广电家博会，终于轮到我出手。建材、装饰、家居、家电、家纺，还有电动车，几百个品牌，上万种商品，价格能砍多低就砍多低，拍卖能抢多快就抢多快，礼品你来多少就送多少。11月22至24号，园区博览中心广电家博会，实惠让你万万想不到。最近巴西3个男人拿支枪冲到一家人家屋里向，不许动，抢劫！主人讲的，哦，钱都在抽屉里，你们自己拿吧。副科长3个坏人啊，一记的鱼趴上去。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？谁要你的钱？那心态里头这么一人啊？不，你都讲啥？想得美！我们对男人不感兴趣。快说，你的漫画放在哪里？有了个3个人啊，一抢啥么子呢？一去抢这个人家屋里向个漫画。为啥子嘛？这个人家个主人呢是一个漫画收藏家。这个3个秋红呢，随时来抢的收藏个漫画的，我想总共抢它是7000本的了。这点抢劫犯也是比较有品味的啊。所以讲3多块呢，你要多读点书，否则连到这个抢劫这个一行还要做不里去个啊。帮忙啊！我想抢个最样么子，啥么子啊？哪个位置？我们男人今为大家听明，书边的门子来了，我再问。举办，啥叫举证举办呢？谁是那个欧米饭真汉所干？所干各位再真，真汉各位再说，说字各位再真，真字各位再说。你非说了真了，我听得热的了，哪里？哎，晓得会的，你呢是每事业举证举办。我跟你讲哎，等待真汉所汉啊，还得欧米饭一样，哎，是一个一头去。那么呢，变得了你暗香啊，有家的。就那个啥，一种这个啊，不是像饭做，像木乃伊哇，真还吃个。哎，那么啥体办也举证举办呢？因为来法头要5的冰箱的，
经过举证举办，欧米饭呢不会得坏脱。这个么子今天还跑长长远远的了，那等到一吃着，只要侬开出社会整一整，拍一拍啊，奥模样一时么随时有香喷喷的欧米饭。但现在个种马屁了啥个，从嘛不多个。这是兰州中版本的方便面。可以在哪里讲身体软干，当然了，比方便面要健康得多。那么你现在个人对欧米饭了还有创新的，每年4月底摩托侪要开欧米饭文化节。欧米饭不单单是饭子，可以做成功欧米干、欧米豆子、欧米油子、欧米茄子、欧米什么欧米蛮多的啊，各式各样。有兴几个朋友呢，那开年啊，今年来不及，但摩托去上看这个欧米饭。哎，那现在讲除脱欧米饭，啥个舌尖上的中国为了你苏州拍子一个啥么子啊？宜桂花。哦，我晓得个啊，光复搿搭蛮多个，包了路边上就忙个。哎，光复个宜桂花呢，当然是蛮好。但是该趟中央电视台来苏州拍宜桂花呢，分去光复，你到地位办单子5江7渡去拍宜桂花。7渡但不知道说些也有宜桂花嘛？有，我讲5江7渡个宜桂花呢，非常有特点，里头有一张独门的秘方。哎呀，那是还多，也不人家好得起做搿样一拍。哎，你啥的？7渡个弟兄们啊，分局你啥讨开去地上呢？去讨开呢？这皇帝府就讨开的意思了。啊，其实宜桂花呢，你刚子一到呢，才会得伊个，伊还各位呢，包了干里啊、藕里啊、柚子里啊、芋脑里啊，搿个香头水啊，真的香得了叫一天水高。那么7渡个宜桂花有啥个特点呢？那你都看了，那你都有一样个别个么子，这个龙眼都吃得了呢。哎，现在看来，你到底也是苏州人啊。风筝豆糯米这种龙儿里毛得国庆这个会，其他辰光不干，你不晓得噶？不会吧？啊，搿与动力才啥体不中呢？你这样不呢？风筝豆糯米是从甘兴区枫叶镇浪向传出来的。我也对着教师说，你来让风筝豆糯米里向看见饭米水千万别当子分大干净这个碗啊，摆得去磨烂白了这个啊。搿种饭米水了，搿个哪？我冒个米呀，那哪有饭米水会放在里向呢？又不是饭盘做来哈了。正宗的风筝豆糯米呢，里向会得有搿种饭米水。为啥体呢？搿个也从风筝豆糯米的米汤讲起。搿个一碗米汤了，那只有白汤没红汤的。假使是你去面馆吃面了，再对服务员讲，哎，来一碗风筝豆糯米红汤啊！这边上来吃烤一3个。那么啥时只有白汤呢？我最欢喜红汤哦。风筝豆糯米的米汤是在那里向用搿个肉骨头、黄鳝骨头一直倒都还够味，还要开一出熬得来回来的焖肉，搿个肉汤进去。另外来还要关键的一步呢，米汤里向要包醉酿的味道甜津津，是吧？香喷喷。马上拿汤的稀里了全部来滴出来的。哦，这个里向个饭米水是醉酿。哎，米汤里向不包酱油，包醉酿，还有一个目的是加油腻，因为那个叫米汤是用肉骨头剁出来的啦，相当个油，是吧？你包子醉酿了，个油腻么子啊，哎还去脱，奥模样个汤呢，就变得比较清淡，大热天吃反特适宜。所以其他辰光呢，你是吃不上风筝豆糯米的，这是一个道理。哦，搿哪个意思？哎，你苏州人吃么子呢？你想结合讲句时令的嘞，是吧？时令不对个么子，随时送给我。我还是可以吃的。不讲这个。你在这趟实际上个中国在苏州来拍个摩托个欧米饭，也有时令的。欧米饭了，半夜的每年个4月底才吃得到。搿个欧米饭啦，哎，那等等哦，搿个欧米到底啥个米呢？还是你刚刚说个阿雪弄了啥个？不是阿雪弄，阿雪弄了，你苏州人经常用得来做800饭的，或者多做，颜色是紫红色的。上海个欧米饭的颜色个呢，像
清竹子一样的么子啊，侪是七度的仪轨化的秘密武器。七度人介绍呢，上只我这位所知一种呢，上只这个学名叫香油。这是个一招就是了。是的，但是呢，那个味道呢，有一点一种手啊，手里向再大点苦的，所以你苏州人不大吃的，那苏州人欢喜吃甜的呀。虽然不吃呢，还是欢喜拿个只香油啦、啥子弄几只包在屋里向，那散发出来的种味道都蛮香的，啊。那么这个啥子成熟的辰光呢，实际还是桂花啊开出来的季节。哦，可是包了一袋的，每年桂花一开，七度呢就要开始移桂花节啊，人工一度一度拿新鲜的桂花采下来，大干净，铺那个边里向阴干，但不要晒干，也阴干干按当里向个水布这样。伊个辰光呢，一层桂花一层糖，一层桂花一层糖，一皮一皮，那夹花子铺下才没风气了。等待以后嘛，就是大桂花节。那么以海桂花呢，还记得个这样拿糖换成功以后子一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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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吧？为啥你屋里向个伊个桂花才会得变颜色个呢？才变得辣辣黄，才过像萝卜干这样个，是吧？哎哇！桂花变颜色呢，就是因为我刚刚讲过个这个啥子七度以桂花的比方呢，随时要整点这个香油的汁辣辣桂花里向，香油的汁呢，可以让桂花保持金黄的颜色，带着香味，以后可以呢，你把一年也不会得忘的。那个三个是透房的那种防腐剂，对，有这个意思。现在回来我看看你啊，大桂花可以做点心，那这个海桂花你也晓得泡啥用那个？海们做海个点心。明太起亚木海个桂花是配茶吃的啊，嘿嘿，这个么是进来你打熏青的呀，芝麻胡萝卜干包了一袋，开水一冲，就是一杯香喷喷的熏豆茶。啊，吃多个面呢，还有一种特殊的吃法。这种日家嘛，男家是带吃多去吃羊肉面啊，吃下各位会得中人的老板啊，就会得当呢弄一杯桂花猪皮茶，就是海桂花配茶。你想羊肉面，这个肉香汤浓，吃得一身。亚里士多克专门来记得这是苏州东部食谱。富士山龙馒头呢，全国有名。你苏州城里向呢，还有不少富士山龙馒头店。但不过呢，今朝居然有人告诉我，富士山龙馒头不来三只，连下来吃山龙馒头呢，也得老大几吃，晓得？安徽阜阜啊，各种地方我分听说过，我都有说还个山龙馒头汤摆了啥个？我那时候是富士个女婿，也打富士人唱上面的，是吧？我不打那是阜不是山上花，我讲前天呢，实际上个中国节目中呢，第位够得阜去泡汤摆，人家还是一般8年来的，还有弄得个的阜个朋友啊，激动啊！小无锡，你们也有今天啊！小芜湖，你们也不要对嘛！在我说。实际上个中国的地边的呢，真的有点龙福大东西多个。上趟泡多少好摆到后嘴去泡，弄得你随手最八卦，上山国的老百姓在爱特，说噶，到50号别人之后嘴的菜渣，男性到羊肉不上渣，不得只讲后嘴去渣。今年更高还是泡个山龙馒头汤摆泡的是安徽气质。我的富士人坚决不答应个。他有少语了，你又不是中央电视台的台长，人家半夜带这个阜去泡，有啥办法呢？唯一让阜泡梅花干，天地良心，梅花干嘛实在是你苏州山道高浪向个土的菜呀的。这更多讲可能，还是神仙带你苏州上过福去，那现在个地北方朋友为了让多几年。有个叫江浙沪包邮，那个我都是啥人土质关系，我只随着人家个好处嘛。别瞎讲，现在回来当心人家该来诽谤，是吧？再讲天下之大，老大不还没事啊？
这退一步讲，随手服务的汤白山龙门队是从富山的面的获得机构，但是上人规定富山的山龙门队谁一定要比服务的好吃呢？假使是富山的老板推广给来呢？反过来我再举例子，你收最摩托个欧米饭是吧？吃多个盐桂花、风筝豆糯米，该汤实际上个中国呢还侪来拍着，那现在还是有人去吃好处不里多噶？那么羊肉啥天来拍呢？看个是4个字，独门秘方啊！哎，不过昨日我去吃个风筝大球米啊，哎，店里据说讲有名义在，最近是很爱食，用的米呢并不稀奇，侪是一般性的糯米。那么为啥只会这个难喝呢？哎，因为吃饭的辰光呢，伊辣饭的里向呢搞一种欧饭鱼的叶子，每年的4月底，欧饭鱼那。长搿种嫩叶子的档口了，只要拿新鲜的叶子呢采下来，大晒做成汁，再拿糯米呢浸了个欧饭一个汁里向，那么包在锅子里向蒸出来的欧米饭看上去油光上亮，闻起来清香不味。还有哟，哎，再点一种面包糖，下了个鸡里香，浓多多，甜津津。非特灵哦！虽然讲不是肉啊，但不过我三头数也记下来的。哎，欧米饭啊，我当然讲不得好吃，对身体啊好得热混，因为欧饭鱼的叶子呢，还是一种中药。欧饭鱼这个学名叫南竹、蛇子、树叶、果子，侪好做药，滋阴补阳、明目补眼子。阿玲，哟，我还补眼子了。搿是男同胞一种缺点的。哎呀，看上去听一句话，你有点肾亏哇。这少个吃懂得了啊！女人也有叶子个，晓得快点啊，还有补叶子个。搿个么事情呢，不管男了女，侪可以吃的。那么一般来讲呢，欧米饭也在当吃的。但不过假使是你不欢喜吃甜食呢，还有一种吃法，可以搭盐津花菜一道吃。哎，盐津花菜我欢喜个呀！啊，些辰光在天平山春园，哎，就是半夜寻搿种对浪8块布个海姆毛的盐津花菜，是吧？另外山，哎，山路浪向啊，马来头，哎，来海姆摆哈子搿种对布，是吧？一只来，那盐津花菜看起来个颜色呢，黄辣辣，哎，那毛香呢，说是我一般性来不及这个，但不过呢，毛子一根啊，放在嘴里向下来，酸滋滋。甜津津，回味无穷。那么你假使吃这个盐津花菜再搭欧米饭，这个味道混了一道了，3头块的呀！欧米饭搭盐津花菜吃了，哪了？哎呀，不讲的，我刚刚自个3头摔地出来的。啊，哎，该些辰光刚吃个。那一种属于叫半佛所谓那些的，我闻得不得了。你非是讲谁呢？我当然是来发的一个欧米饭呢，还有一种讲究，叫巨正宗的风筝豆糯米呢，里向会得有一种饭米水。为啥体呢？这个也从风筝豆糯米的米汤讲起。这个一碗米汤呢，啊，只有白汤没红汤的。假使是你去米馆吃米了，咱对服务员讲，哎。来一碗风筝豆糯米红汤啊！这边上来吃烤一3个。那么啥时只有白汤呢？我最欢喜红汤哦。风筝豆糯米的米汤是在啊，里向用这个肉骨头、黄鳝骨头一直倒都还过后，还要开一出熬得来碗来的焖肉，这个肉汤进去。另下来还要关键的一步呢，米汤里向要包醉酿的味道甜津津。是吧？香喷喷，马上拿汤的稀里了全部来滴出来的。哦，这个里向个饭米水是最酿。哎，米汤里向不包酱油，包最酿，还有一个目的是加油腻，因为那个叫米汤是用肉骨头剁出来的啦，相当个油，是吧？你包子最酿了，个油腻么子啊，哎还气脱，啊，模样个汤呢就变得比较清淡。大热天吃反特适宜，所以其他辰光呢，你是吃不上风筝豆糯米的，这是一个道理。哦，搿哪个意思？哎，
你手最近吃么子呢？你想结合讲句时令的嘞，是吧？时令不带个么子，谁是送给我？我还是可以吃的。不讲这个。你在这趟实际上个中国，在苏州来拍个毛多个欧米饭，还有时令的欧米饭了，半夜的每年个4月底才吃得到。这个欧米饭啦，等等哦，这个欧米到底啥什么？还是你刚刚说个阿雪弄了这个？不是阿雪弄，阿雪弄了，你苏州人经常用得来做不白饭的，或者多做，颜色是紫红色的。上海的欧米饭的颜色仅仅是黑颜色，用的米呢并不稀奇，侪是一般性的糯米。根本为啥只会这个难喝呢？因为烧饭的辰光呢，伊辣饭的里向呢搞一种欧饭树的叶子，每年的4月底，欧饭树那长搿种嫩叶子的打开了，随要拿新鲜的叶子呢采下来，大晒做成汁，再拿糯米呢浸了个欧饭一个汁里向，那么包在锅子里向蒸出来的欧米饭看上去油光上亮，闻起来清香过味。还有再点一种面包糖，下那个鸡里香，浓多多，甜津津，非特灵哦。虽然讲不是肉啊，但不过我三头数下低下来的。欧米饭啊，我当然讲不得好吃，对身体啊好得热混，因为欧饭树的叶子啦，还是一种中药。欧饭树这个学名叫南竹。树枝、树叶、果子，侪好做药，滋阴补阳，明目补眼子。阿玲，哟，我还补眼子啦？搿是男同胞一种缺点的。哎呀，看上去听一句话，你有点肾亏哇。对，少。亚里士多克英文来记得，这是苏州东部十部。富士小笼馒头呢，全国有名。你苏州城里向呢，还有不少富士小笼馒头店。但不过呢，今朝居然有人告诉我，富士小笼馒头不来三只，连下来吃小笼馒头呢，也得老大几吃啊，晓得？安徽阜阜啊，搿种地方我分听说过，我都有说还个小笼馒头汤摆了啥个啊？我那时候是富士的女婿，也到富士人唱上面的是啦。我不打那是。服务不是现场化，我讲现场呢，实际上个中国节目中呢，地位高的服务去拍汤班，人家还是180年来的，还有弄得个的服务的朋友啊，激动啊！小无锡，你们有今天啊！小芜湖，你们也不要对嘛！在我说，实际上个中国的的比的呢，真的有点龙福大东西多个，上趟拍多少好办的后嘴去拍。弄得你随手最八卦，上山国的老百姓在爱特，说噶，到50号别人之后嘴的菜渣，耐心到羊肉不上渣，不得只讲后嘴去渣。今年更高孩子拍个小笼馒头汤班，拍的是安徽气质。我的福州人坚决不答应个。不答应有啥用呢？你又不是中央电视台的台长，人家半夜带这个服务去拍。有啥办法呢？唯一让服务拍梅花干，天地良心，梅花干嘛实在是你苏州3道高浪向个土的菜呀的。搿更多讲可能也是神仙带你苏州上过福气，那现在个地北方朋友为了让多几年有个叫江浙沪包邮。那个阿伟都是啥人土子关系，或者谁知人家个好处嘛？不要讲，现在回来当心人家干那诽谤，是吧？再讲天下之大。老大不还没事啊！这退一步讲，谁说服务的汤白小笼馒头是从富士的面店获得起的？但是啥人规定富士的小笼馒头谁一定要比服务的好吃呢？假使是富士的老板推广给来呢？反过来，我再举例子，你苏州摩多个欧米饭是吧？吃多个盐桂花、风筝豆糯米，这趟实际上个中国呢，还侪来拍着。那现在还是有人去是好处不里多噶？那么杨树啥天来拍呢？看个是4个字，独门秘方啊！不过昨日我去吃这个风筝大球面啊，店里据说讲也明年才有得吃的了呢。
哎，现在回来，你在家是苏州人啊，风筝大玉米这种龙儿里毛的国庆这个会，其他辰光不干，你不晓得噶？不会吧？啊，个运动里才啥体不中呢？你这样不呢？风筝大玉米是从甘兴区枫叶镇浪向传出来的。我也对着教师说，你了让风筝大玉米里向看见饭米水千万别当子分大干净这个碗啊，摆得起磨来摆了这个啊。这种饭米水了，这个哪？我冒个米呀，那哪有饭米水会放到里向呢？又不是饭盘做来哈了。吃懂得了啊！女人还有叶子个晓得快点，还有补叶子个，这个么事进了不管男了女，侪可以吃的。那么一般来讲呢，欧米饭也在当吃的。但不过假使说你不欢喜吃甜食呢，还有一种吃法，可以打盐津花菜一来吃。哎，盐津花菜我欢喜的呀！啊，小辰光在天平山春园，哎，就是半夜性搿种对上摆块布个海布毛的盐津花菜，是吧？另外山，哎，山路浪向啊，马来头，哎，来海布摆下这个种对布，是吧？一只来，那盐津花菜看起来个颜色呢，黄辣辣。那毛香呢，说是我一般性来不及这个，但不过呢，毛子一根啊，放在嘴里下来，酸滴滴，甜津津，味味无穷。那么你假使吃这个盐津花菜再打欧米饭，这个味道混了一袋了，3多块的呀！欧米饭打盐津花菜吃了，哪了？哎呀，不讲的。我刚刚自个才吐出来点出来的。啊，哎，该些辰光刚吃个，那一种属于叫半佛所谓那些的，我闻得不得了。你非是讲谁呢？我当然是来发的一个欧米饭呢，还有一种讲究，叫矩阵矩板。啥叫矩阵矩板呢？就是那个欧米饭正好砂锅。砂锅各位再蒸，蒸好各位再刷，刷子各位再蒸，蒸子各位再刷。你非说了真了，我听得热得了，哪有？哎，晓得回来，你呢是每事也矩阵矩板。我跟你讲哎，等得蒸好刷好啊，还得欧米饭一样，哎，是一个一头球，那么呢变得了你硬香啊，有家的。就那个啥一种这个啊。不是像饭做，像木乃伊哇，真好吃个。哎，那么啥体杯也矩阵矩板呢？因为来发头要没冰箱的，经过矩阵矩板，欧米饭呢不会得滑脱。这个么子今天还把长长圆圆的了，那等待一吃着，只要拿开水稍微蒸一蒸，拍一拍，啊，模样一晒么，随时有香喷喷的欧米饭。但现在个种毛片的啥个，从毛不多个。就是兰州中版本个方便面，可以在哪里讲身体肉感，当然了，比方便面要健康得多。那么你现在个人对欧米饭了，还有创新的，每年4月底摩托侪要开欧米饭文化节。欧米饭不单单是饭子，可以做成功欧米干、欧米豆子、欧米油子、欧米茄子、欧米，什么欧米蛮多个啊，各式各样。有兴几个朋友呢，那开年啊，今年来不及，但摩托去上看这个欧米饭。哎，那现在讲除脱欧米饭，啥个舌尖上的中国为了你苏州拍子一个啥么子啊？盐桂花。哦，我晓得个啊，光复搿搭蛮多个，包了路边浪头卖个。哎，光复个盐桂花呢，当然是蛮好。但是该趟中央电视台来苏州拍盐桂花呢，分去光复。一到地位办单子5个，肉香汤浓，吃得一身汗，再来这样一杯桂花橘皮茶，咔咔清爽啊！三脚羊肉个羊膻气在搞脱，神气留香着。哦，3个吃子把这个会用鼻子咕咕猪。啥乱七八糟个？该腔呢，桂花开得蛮好，你苏州城里向有的吃的是桂花香。那么有进来。后部皇上有不少人呢，才去采这个西桂花派茶吃，结果吃得了进医院。做啥么？西桂花上头有细菌的呀！这个，你自家打不清爽，那么还吃得肚皮上。
为什么人的这个体质过敏，把这个西桂花的花粉弄得过敏嘛，浑身痒是这样来不及。所以呢，太子欢喜桂花茶的朋友呢，翻起自家哈喽，那啥辰光带你手嘴在浪向吃脱一碗面，是吧？风筝动鸟，上面再带这个木头嘛，薄薄天平山、另外山，再上上欧米饭，要快点再干得菜头吃碗羊肉面，再弄脱一杯桂花橘皮茶。临这辰光再门吃多个来，阿姨买点盐桂花，那么这样不会得自家吃得了豆皮茶子。好德家享受无忧购物，体验至诚服务，5星级购物享受建材家具一站购全，各有好的家装饰为你带来整体家居服务理念。好的家给你更好的家。OK， 好，来。Das Auto。滋润可以有多深？欧蕾美肌滋润沐浴乳，特含面霜精华，滋润层层渗透，冲走的是泡沫，留下的是滋润，肌肤更弹嫩细滑。欧蕾。这个11月，美莱8周年盛典8重好礼倾情巨献，更邀麦玲玲为您解密美丽人生。美莱8年，选美人生。面膜斑保湿，10秒轻抹就能拥有欧莱雅葡萄籽魔力水，蕴含葡萄籽精华的50倍抗氧化力。面膜斑保湿，水润 Q 弹一整天，葡萄籽魔力水，你值得拥有。可口可乐迷你装，快乐畅爽随行。薇姿新生魔法全新10号魔法液，着效抗老，天然精粹，直击10大老化痕迹，肌肤更显紧致、光滑、饱满、透亮。全新10号魔法液，真实科学见证，薇姿。那几天棉柔也能不黏腻，护舒宝新超净棉，棉柔也能开始1秒瞬息，挑战零黏腻，不黏腻的棉柔，护舒宝新超净棉。切豆去泡盐桂花，切豆但不知道说是也有盐桂花嘛？我讲切豆的盐桂花呢非常有特点，里头有一张独门的秘方。哎呀，那是哈做，也不人家好得去做搿样一拍。那啥的，切豆个弟兄们啊，分觉那啥掏开就得上呢？切掏开呢？皇帝不就叫掏开的意思了？其实盐桂花呢，你刚子一到呢，才会得盐根，盐海过后呢，包了橄里啊、牛里啊、柚子里啊、芋脑里啊，搿个香头水啊，真的香得了叫一天水高。那么切豆个盐桂花有啥个特点呢？那你都看到，那里头有一样个别个物事。这个绿颜色的呢，像青竹子一样的物事啊，侪是切豆的盐桂花的秘密武器。切豆人叫啥呢？上浙，我这位所知一种呢，上浙这个学名叫香油。这是这个一种橘子了。是的，但是呢，那个味道呢，有点一种酸啊，酸里向再带点苦的。所以你苏州人不大吃的，那苏州人欢喜吃甜的呀。虽然不吃呢，还是欢喜拿个只香油啦、肠子弄几只包在屋里向，那散发出来个种味道都蛮香的，啊。那么这个肠子成熟的辰光呢，实际还是桂花啊开出来的季节。可是包了一袋的。每年桂花一开，切豆呢就要开始盐桂花节啊，人工一朵一朵拿新鲜的桂花采下来，大干净。铺了个边里向阴沟，然后要收割，一阴沟割按道里向个水布上，一个辰光呢，一层桂花一层糖，一层桂花一层糖，一皮一皮，那夹花子铺下才密封起来，等待以后么随是大桂花子，
那么以海关户的还记得个这样侬党委成功遗憾子一批，是吧？为啥你屋里向个伊个关户才会得变颜色个呢？才变得拉黄，才过像蓝布干上个是吧？哎哇！关户变颜色呢，就是因为我刚刚讲过这个啥子7度以关户的比方呢，随时要针对这个香芋的汁来让关户里向，而香芋的汁呢，可以让关户啊保持金黄的颜色，带至香味，也还可以呢，你把一年不会得忘的。哎，那个三个是透房的搿种防腐剂，对，有这个意思。现在回来我看看你啊，大关户可以做点心，那这个海关户你也晓得泡啥用哪个？海们做海个点心。明太起杨木海个关户是派茶吃的啊，嘿嘿。这个么是进来你打熏青的呀，芝麻和来不够包了一袋，开水一冲，随是一杯香喷喷的熏豆茶。啊，吃多个面呢，还有一种特殊的吃法。这种日家嘛，男家是带吃东西吃羊肉面啊，吃下各位会得做人的老板啊，就会得打呢弄一杯关户猪皮茶，就是海关户派茶。你想羊肉面，这个